大家问蔡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几日啦，新闻讲到台南北门大海啊，布袋莲看较足旺，算到今年甲打已经清掉1200栋，也是去伤到蚵仔皮，害放饲蚵仔人损失惨重。布袋莲古早讲是水蚵仔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莲花莲、老眼莲第5条。咱早讲莲是一款花材，是水莲科莲属，多莲生草本，莲后大枝个长。一节一节叶啊大个圆，热天开花，有红色、黄色甲白花。一般是生伫咧热带亚洲南地，生的籽就是莲子。有一款金线莲，科学研究讲有抗癌、抗氧化的效果。另外，还有美人蕉，嘛人讲是莲蕉，开的花是莲蕉花。嫁娶女方就会送给男方，祝福新人早一日有好囝来出世。另外，这一日另外一个音读做莲，这是借用字，像咱讲莲雾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莲花头，就是咱洗身躯泉水去记小蚵，某人讲是莲波头。第二个词读做莲花喙，意思是形容一个人足够讲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销售人员一支莲花喙好蕊蕊，讲伊卖的莲花头偌好用拄偌好用，结果一个买倒转去，无偌久出水口水塌掉咧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莲，另外一个音读做莲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